其实当初在做幼稚园这个 project 的时候呢，教育这件事情是大人讲的，可对小朋友来讲呢，其实我们希望他就是一个可以在这边很自由学习的一个容器哦。所以我觉得在整个的策略设计的策略上面，我们觉得艺术、人文、美学这些事情是重要的哦。然后我们一定要找专业的团队一起来合作，所以当时在找了。这个合作伙伴是奥兹艺术，它本身这个创办人就是做艺术教育相关的。那其实美学我们都知道这个字，从最早的时候其实就是希腊，就是感觉学。所以小朋友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希望能够在空间上面打破所谓的教室户内跟户外的感觉。我们希望光线能够进到这个空间里面来，然后他们可以在选择在不同的地方去去游玩啊，然后去交流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在这个空间里面。其实小孩子准备要入学的时候，我们就有去参观其他的幼稚园了。但是幼稚园我们来参观的时候，其实这边的空间设计得非常好，不论是高度或者是整个的深度，还有整个的整体的空间的感觉，会让人家觉得比较开阔。所以其实可以想象得到，小孩如果在这种地方来就学的话，心胸或者是视野，或者是很多的心态上面也会变得比较开阔的感觉。所以在整个空间设计上面，我们非常的喜欢。它除了溜滑梯外，它甚至还有挖沙区等等之类的，有非常大的后院，可以让大家再去做更多不一样的运动啊，还有一些课程，还有一些体验。所以对我们来说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。